我就會咁樣形容嘅，我覺得同同學仔嘅相處咧都係好舒服同埋自然嘅，同埋一個好開放啦，冇乜距離感嘅相處㗎。咁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我覺得同學仔係好鍾意咧老師去知道佢啲嘢同埋明白佢嘅。咁當我自己平時可能透過課外活動啊，或者當值啊喺學校裏邊任何時間見到同學仔咧，其實都有一個好想了解佢哋嘅心啊，我覺得佢哋都會明白到咯。咁所以佢哋係好願意同我分享生活點滴啦，或者佢一啲係其他同學、其他老師唔知嘅嘢。咁我知道之後咧，我又會讚下佢啦，同埋喺有機會嘅時候咧，將佢呢個長處咧係俾佢發揮出嚟，俾一個舞台或者一個地方去將呢個好處發揮出嚟。咁課堂裏邊咧都一定係會好明確咁樣定翻一個標準俾同學知道，一定咧我哋要去尊重人啦，一定喺個品德培養係好重要嘅。即係老師唔係學業上面有要求，仲會喺品行上面都對佢哋有要求，佢哋平時待人接物係點樣啦。咁當我知道佢哋如果有一啲冇咁好嘅品德啦，或者係可能禮貌唔夠啊，或者尊重別人唔夠嘅時候咧，咁都會即刻糾正佢哋啦，同埋都會同佢哋講應該點樣做先係好嘅。咁課堂外啦，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重要嘅，就係可能透過唔同嘅活動啦，音樂活動啊，或者一啲文化嘅活動咧，咁都將呢一個品德嘅信息都教俾佢哋咯。咁希望佢哋係學識呢啲品德嘅時候，唔係淨係喺課本裏邊或者課堂裏邊嘅，都想喺課外佢真係可以實踐出嚟，真係可以用到同埋做到嘅。我叫張寶珊啦，咁就喺呢間學校咧，最主要係教中文嘅，咁同時咧都擔當課外活動主任一職啦。咁平時除咗教中文之外咧，咁最主要咧都係舉辦一啲活動啦，俾啲學生去參加。我會咁着重佢哋喺學業上面嘅表現成績啦，咁就會特別係着重佢哋喺尊重人嗰方面啦，去到教導翻佢哋如果遇到同樣嘅事情，佢之後可以點樣處理翻啊。我特別都會關心一啲非華語嘅學生啦。咁特別有一個學生，咁佢因為佢2年級先至喺泰國嚟香港，咁所以中文能力咧係較一般嘅喺香港讀幼稚園嘅非華語差啦。咁可能佢中文又跟唔上，咁學校除咗用英文嚟到教咧，其他所有嘢都係用中文嚟到教嘅。咁所以佢喺學習上面可能冇咩興趣啊，功課又可能交唔到啊。咁但係我就發現佢好有呢個嘅表演欲，咁所以咧就特別去搞咗一個話劇團，咁去俾佢啦，同埋俾成班非華語學生去參加啦。咁嗰個學期咧，學期尾佢哋都可以能夠用普通話去到表演一個話劇喺全校度表演。咁自嗰個話劇之後咧，我就發覺佢哋其實成班泰國嘅小朋友咧都中意講中文多咗啦。咁喺個學習中文嘅動機度都提升。咁佢哋小息嘅時候都好中意嚟問我分享一下佢自己嘅一啲趣事啊。希望學生咧長大之後都可以做一個正直嘅人，誠實啦，有愛心啦，咁樣生活落去嘅。一個同學咧係我比較深刻啲嘅，就係佢係一個插班生。咁佢嘅家境咧其實都好凄涼下嘅。爸爸咧就坐監啦，咁媽媽咧就離開咗啦。咁佢就需要咧係去到一個家舍嗰度住嘅。咁佢都相當貧困。咁我記得有一年咧都好凍嘅個冬天。咁佢咧啲衫就好薄嘅，校褸都冇，想俾啲衫佢啦。咁但係咧又唔想佢太過自卑。咁所以當時咧我就靜靜雞咁問佢：你哋家舍俾唔俾收一啲衣服㗎？咁我有一啲衫多咗出嚟嘅，都唔着㗎啦，等咗就好嘥，不如我俾你好唔好啊？咁跟住咧呢位同學咧佢望咗我好耐。可能有啲眼濕濕想喊嘅，咁我再同佢講咧，我哋有一位佢哋識得嘅同學都一樣係咁窮困，咁我就話我都仲有衫多喎，咁你不如幫我攞埋俾佢啦，咁想佢哋咧即係學習愛，咁亦都將呢個愛咧係帶翻去俾身邊嘅人。咁有一位同學咧，佢小學嘅時候咧，佢都係內地生轉過嚟嘅，咁咧嚟到香港就唔係好適應啦，咁上堂嘅時候其實都會瞓覺比較多，咁佢係要將佢張台咧就搬喺老師台嘅側邊，咁佢都係會瞓嘅，我係會每日都叫佢起身上堂嘅，直至近排咧我又再遇翻佢哋啦，都已經長大成人啦，自己都有自己嘅事業。同學就問：點解你唔打工啊？咁原來呢位瞓覺嘅同學咧，
佢就自己做咗老闆。當時咧我就話啦，佢唔可以打工嘅，佢惰性太強啦。做老闆咧，佢先會緊張自己嘅生意啊，咁就唔會再瞓覺噶啦，亦都唔會話逃避責任。咁呢位同學咧，佢聽完之後，佢話佢呆咗一陣啦，然後諗咗陣，佢話鄧老師你真係好了解我。咁跟住咧，啲同學就會好慨嘆啊，佢話老師畢業咗咁多年咧，都好記得佢哋嘅性格。佢都好想咧多啲同老師傾偈，咁就揾翻自己，就重新出發。